已经有360张历史的市电古迹单脚自动有收藏彩绘大师陈玉峰后期一件门神的作品哦。单脚自动嘛，甲这个作品捐予台南市政府的文化资产处。最近长的展览有30%外的修复师是连署讲，望这笔门神应该赶紧来指定做古物。文资处嘛表示讲，已经启动审查的程序了。 两吨门神踩伫咧大厅，敢若是无形的宝钻共款。只是门神照看头，这是国宝大师陈玉峰所画作品，正红色红漆放伫咧库房，一直到单脚自动整修，才互发现红漆内底有贴不明的古漆。经过鉴定了后，门神才互看到。这个过程去找到60当前经过收据，证明讲是陈玉峰画。 找到这个证据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开始跑这个古物的流程。那也希望就是古物的流程可以赶快尽速的通过，因为这个是台湾人的宝贝。经过了解，陈玉峰画门神现出是全国村9件，其中4件伫咧府城。为了要保存这些珍贵的门神，单日自动将门神捐予台南市文资处。 另外，300外位的修复师发起联署，帮赶紧通过古物审议，甲文物好好保存。 伊用安尼做了，变做无经过古物委员去审查，甲监督的情况下去修整理吼，安尼就会失去变做讲伊原本陈玉峰这座门神的上好的所在安尼。讨论的结果是认为这部分它具有一个文化资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做与列册追踪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文资处表示，按算上紧伫咧6月份安排审查委员会勘，这个门神特典会展示到6月25，请大家来看卖，会使更加了解老门神的用料甲技术。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